白色情人节被彩虹色点亮，一年一度的台南彩虹游行登场，今年迈入第9届，以天无照甲子为游行主题，现场吸引超过15000名支持者，以清凉造型展现姣好身材，希望借着游行唤起社会对同志政策的关注。我们以门神这个概念下去做设计，对，守护整个同志的那个游行这样。之前好像拿来作为一个对同性恋不友善的这个“人哪不叫踢力，踢的不叫尬技”的这句话，我们要做一个翻转，在后同婚时代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提出一个疑问，就是那所以自然到底是什么？天理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家庭嘛，那家庭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想象？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受邀出席，带着吉祥物鱼头君和蔡奇亚欢送游行队伍。今年游行创下多项指标性突破，除了永华市政中心挂上彩虹旗，连历史地标也纷纷披上彩虹旗，为城市增添友善色彩。台南这个台湾的第一个城市，台南这个古都很好啊，很象征我们多元，能够在性别平权，在这个我们的人权的平权，所有的这个工作上都能够有非常非常进步的展现。那这个展现要体现在各位，也体现在各位对于许许多多的政策、许许多多的活动的一个支持。主办单位也透过一连串的性别系列讲座、60个特色摊位与议题倡议，让性别平权意识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。记者收怀台的报道。